节目一开始，先来看嘉义县的山区，昨下晡上大雨，伫家清水公园边的牛潮溪涨起来，水是真错流。有一个32岁钓鱼的查甫人被护走，抓掉伫咧石头顶悬。加在消防局派人去撩溪，早暗已经把这个查甫人顺利救起来岸边。嘉义县竹埕乡的牛潮溪，拜五尾暗溪水正错流，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掉伫咧石头顶，无法度进花。嘉义县山区昨下昼3点外落大雨，马头山7站5点钟的累积雨量就超过100毫米。这位32岁男性的钓客走袂赴，人还未进花，溪水就变正错流，掉伫咧石头顶等人救。嘉义县消防局下昼6点17分接到报案，派6个消防分队来救。现场有男性1名，年32岁，不慎受困在溪流当中，人员即刻以抛绳带以渡河的方式接触患者，接救人员，并安全护其送案。待救人员表示身体并无大碍，拒绝送医，后续交由员警处理。溪水正错流，搜救人员用单索仔证，甲救生衫等候这个查甫人。一位搜救人员把索仔撩开过去甲伊摸掉的，旁边的搜救人员做定有索仔甲2个扭带。原本我想说在那边只是等水比较小就再走，然后后来刚好就对面有人看到，就顺便先帮我报了。这个查甫人被救出来了，只是惊到，好佳在无受伤，也无送病院。嘉义消防局提醒民众，在梅雨季节，尽量莫去危险的河溪甲溪流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